没什么。哎，快上车！哎，你听，他们刚才的叫声好开心啊！明明是惊恐的叫声。哪有？你仔细想想啊，他们的尾音明明就上扬着快乐。你好，我们这一车已经满了，要等下一车了，十分抱歉啊。啊，那我先去玩了。哎，不要丢下我。别怕啊，很安全的。我才不害怕呢。不害怕，你知道不害怕？休息一下。就是这个，神枪手，男人的游戏。不瞒你说，这是我最擅长的游戏，而且啊，还是最能发泄情绪的游戏。准备好接受我的魅力了吗？怎么样？要不是因为我羽毛球打得太好了，要不然我早就进射击队了。阿姨，我打完了。好，不错，打得挺好的。来，这是送你的奖品。谢谢。确实很准，每枪都打到别人的靶子上。射击队因为失去你这样的队员，非常痛心。我这个是因为太久没打，有点生疏了。要不你来？女孩子吧，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基本上瞄不准，打不到也不丢脸。3点一线是什么，知道吗？走路可以啊，你练过的吧？来来，上面橘色那个，红色那个，第3排。最下面那个蓝的，右下角那个。哦，来，最下面一排，一整排，全中了，太厉害！打爆30个气球，有特奖啊，特等奖，我要特等奖！加油！打那个红的！你能不能安静点？哇！这个好看。那么热，你这样好搞笑啊！老板，我就打印这一张，2张。你还有这一面，哎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等我一下啊！老板，快打印！哎，我们的合照你倒是拿一张呀，不拿你也看一眼。其实也没那么丢脸，还是蛮帅的。陈曼舟，你知道来游乐园除了过山车还有什么最重要吗？什么？